气象局长陈明典常常伫面册顶头分享天气的资讯，不过伊伫这个月16，伊就要对气象局退休啊。有网友就发现讲，伊伫气象局做局长做3年外，若这3年拢无半个风台登陆台湾，还是有那个可能性的，不是完全没有。看电脑维持温度，有这菲律宾东方海面的低气压，真可能会发展成做风台，而且时间点可能就伫7月16。拄好就是气象局长陈明典改年要退休的日子。跟朋友聊天的时候，就有人讲说，会不会你退休的时候，呢，台风就一直来？那前几天事实上没有，魔术也都没有这个系统，那怎么最近的突然间跑出来？我觉得有趣。伊就是气象局长陈明典，定伫面册分享天气的资讯，真受到民众信赖。就伊的粉丝已经有19万人。有网友发现，陈明典做局长3年期间，拢无风台来登陆。而随上陈明典踏入气象这领域，甲伊运输、大气科学专家蔡清干有真大关联。陈明典大气科学系毕业了后，北到美国去深造，后来因为蔡清干一通电话，放弃美国真悬的薪水，转来台湾进入气象局服务，而且一待就是31年，陈明典甲美国所有的大数据模式引入台湾，互天气预报更加精准。我们在预报台风的时候，早期根本不知道它到底半径多大，那风速中心风速多强，都是用有一点半猜的啊，所以用飞机进去观测，这就是我们的追风计划。而退休后最后1礼拜，陈明典开始伫整理办公室物件，甲登柜资料，涂骹30外纸箱啊，拢是满满的回忆。而中华邮政也现上特别制作的邮票图组，互陈明典真欢喜伫面册来分享。伊讲退休了后，永远会写面册来分享伊上爱气象资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